呢條片我哋會解 HKDAC Core Mathematics 啦，2021年 Paper 1嘅題目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哋會由第一題開始解到第19題。第一題關於 Law of Indices 嘅題目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見到佢今日咧唔係用一個份數嘅形式去表示嘅，咁但係咧都係照舊咁做嘅啫。前面 alpha、beta 3次方啦，然後個5次方呢度咧就會乘入去個-2度同埋個4度，咁所以咧就會乘以 alpha 嘅-10次方啦，同埋咧就係 beta 嘅20次方啦。好啊，跟住然後咧我哋就將咧先睇 alpha 先啦 ，alpha 嘅-10次方搬落去分母度，咁所以咧就會係 alpha 10次方，分子就有一個 alpha， 個 beta 咧就會有3次方同有20次方，加埋佢變呢個叫做 beta 嘅23次方。最後啦，睇 alpha 1次方除以 alpha 10次方，即係1 over alpha 係9次方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beta 啦嘅23次方 over 翻 alpha 嘅9次方啦。